今日南韩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的风波，南韩的国会通过叛乱特别起诉法，要任命常设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尹锡悦。也若查七对尹锡悦第一届单协无过，即马是因为执政党无投票无通过。即马在野党打算12明仔载阁要提出单协案，而且14要表决。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初三暗时10点半向发布全国戒严令，引发混乱。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初九提出叛乱特别起诉法，透过任命详细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是毋是因为戒严制造内乱，有犯叛乱罪。经过法制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后，初早交付国会表决，以210票赞成、63票反对、14票弃权通过法案，而且尹锡悦无权否决。也若初九同一天，南韩检方紧急戒严事件特别侦查本部，就以涉嫌和尹锡悦合谋发动内乱做理由，向法院申请抓前国防部长金良hit。伫检方继续调查期间，毋但尹锡悦，阁有首尔警察厅长、警察国会警备队长甲陆军特战司令官，计共5个人都获限制出境。5분, 10분 전에 내란 수계 피해자 윤석열 씨는 출국 금지 당한 거죠? 예, 그렇습니다. 南韩国会初次对尹锡悦的单协案表决，执政党国民力量离场来抵挡，不过安德秀有关留伫议场内底等待表决。伊接受法新社的专访表示，因为伫投票进前党团无予尹锡悦敢会落台的答案，所以伊敢会当选择投赞成票。 저는 민주당 그 의원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게 아닙니다. 국민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겁니다. 当讲另外一名执政党的议员金瑞智是伫党团离开了后，搁再转来加入表决。虽然最后无达到法定的人数，提出单协无法度通过。不过，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，共同民主党12会阁向国会提交尹锡悦的单协案，并且按算14搁再进行表决。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。